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3月初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，我是陈淑君。先开始来看国防部拍算要修订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，外界质疑讲，敢会伫战争的时管制新闻媒体，嘛准备要互学生上战场吗？虽然国防部表示讲已经先暂停修法咯，也毋过嘛是阁有真侪争议。总统蔡英文昨暗伫面册表示讲，会互囡仔上战场即款的讲法，完全毋是事实。国防改革目的是为了要互国防愈强，互想要侵犯台湾的人毋敢轻举妄动。昨行政院长陈建仁嘛要求国防部着爱加做一寡沟通，针对要求各县市的教育局整理提供学生名单这部分，教育部长潘文忠嘛表示讲，已经先暂停了。国防部想要修订《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》，争议一直拖，即阵渐慢来修法。国民党作为立委，对着修法管制新闻媒体，对报道访谈对象拢爱统计甲调查，接期互台湾走向历史恐怖，以及甲学生杀上战场。对此，行政院长陈建仁找三亲亲来说明甲澄清。绝对没有要学生上战场，也没有要学生做武器，而且也没有新闻的潜质的问题。那我也在这里特别要求国防部还有各部会呢，对于各界的建议呢，要好好的收集。我们今天也正式的行文给各县市政府，让县市政府来转知辖内的各级的这些学校，了解学校防护团编组的任务等。那这个名册，我们就继续留在学校备查，那么停止填报这个相关的资讯到这个整个资讯系统。中央立委一直认为全动法修法伤过凊彩，潘文忠讲已经正式行文予各县市停止资料上传，学生的名册留伫学校。陈建仁回应，法案有高价了后，会请国防部提来。另外，新的草案有待整合各界意见了后再提出。全动法分做准备时期甲实施时期。国民党立委陈奕迅批评国防部拍算删掉准备这能力，改做全民防卫动员法来应付。既然他直接想要透过删掉2个字，就让它直接变成可以适用在动员实施阶段，这个在法制上绝对是一个极大的问题。军管的授权没有规定平时或战时，这个就是有偷渡军方介入管制的一个疑虑，那形同类戒严，那到底是戒严还是类戒严？这个你要讲清楚、说明白。立委柯成万认为，全动法的修法方向甲内容、加民防法以及灾害防救法拢有规范，各制定专法有重护义律，也可能互政府抗白授权，互军方的权力扩张形成亲像戒严。时代力量立委柯显智请政府召开公听会，邀请专家学者收集意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看北部，阁继续的欠粮，也毋过阁有2家场逼出讲为着禽流感，伫嘉义六卡一间2家场2月底有鸡仔去为着 H1N1 禽流感，36000外只2家全部拢灭掉，57000外粒的鸡卵嘛毁掉，真正是无米兼论话哦。农委会嘛表示讲，目前全国的2家超过3000万只，灭掉的占无到0.1%，影响是无介大。工作人员拢穿防护衫，入去饲鸡场，甲鸡直掠起来。甲鱼关六卡乡一间2鸡饲鸡场，2月25主动通报，鸡只敢若去喂着 H5N1 禽流感，送验了后，第2确定，官府接报了后，拜三派人去扑杀2鸡，不过由于场内设施的限制，无好行，也增加这作业的困难度。3月1日随即前往该场进行扑杀清场工作。由于该场是水帘密闭式，又采人道饲养，场内有很多支架，造成该场扑杀的困难。本次扑杀人力动用了70人力。被击杀的鸡只放归堆，全场36766只，24礼拜到125礼拜的2鸡，防疫人员用12点钟才完成作业，连同285箱，总共57000粒的鸡卵也拢销毁，避免2卡去喂着病毒，会稳重食用危机。外界烦恼讲疫情互鸡卵供应是更加严重。农委会表示，这场击杀2鸡的数量，敢若占全国总量的不到0.1%。扑杀的那个鸡只。大概占我们国内现在的产蛋鸡只数不到0.1%，因为我们现在产蛋鸡的数量超过3000万只。那不过产蛋鸡有扑杀，当然或多或少还是会对供应上会有影响。
农委会讲，全台即阵每工鸡卵供应量超过2300万粒，分别来自中华、嘉义甲屏东。而去年下半年出现禽流感疫情到即阵，全国总共击杀喂着卵鸡大约560万只，甲全国卵鸡抑个鸡卵的总量比较，占的比率拢无到1%，虽然有影响，毋过无大。农委会也密切注意，因为禽流感疫情减少供应卵鸡场，确保市场供应鸡卵无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因为欠卵，咱要对澳洲进口500万粒的鸡卵，昨又有一批36万粒送来台湾。另外，对4月初1开始，买来启动鸡条的补助，有学者就预估，应该是会当来提升一成的生卵率。前几天澳洲进口卵来救援，但是有人质疑卵的价销收悬，为什么不是对东南亚国家来进口？越南或者是中国等，他们都是有打疫苗。那打疫苗的蛋呢，我们完全没有考虑。进前讲目标是向澳洲进口500万粒卵，农委会初三下晡表示，所内已经订到4批，10批大约拢是30万粒卵。除了暂时用进口疏解欠卵，嘛决定3档开10.5亿来补助禽舍改建。有学者讲，若将传统的改造水冷式负压环境控制禽舍，通改善产卵率。其实传统的鸡舍，如果说提升为这个水帘式的一个鸡舍，它的产蛋率可以再提高1成起来。第二个，把我们传统的这些塑胶篮子改为用这个蛋盘的一个方式，运送过程当中的一个耗损或者破裂有1成。农委会表示，目前国内卵鸡场规模伫5万只以下的占约9成，是主要的补助对象。鸡农的代表除了支持禽舍改变，认为嘛要连续进口，才通稳定需求。供应比较慢一点而已。现在而且政府现在很极力的来我们这台湾这个缺口从国外进口。农委会讲，禽舍对开放式到非开放，上悬补助450万，水冷负压上悬补助1000万。不过，畜牧处嘛表示，改建禽舍一般需要半冬至1冬，不是大家鸡农拢有意愿会哪做哪调整。记者电话李旭凯台北采访报道。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，咱先来看自由时报。高当前代替普悠玛列车伫宜兰苏澳新马站败马，造成18个人死亡，215个人受伤。1、2审的法官拢认定讲，是因为火车的司机油井中，甲列车的自动防护系统关起来，速度马上过紧，时速超过140公里，才会发生意外。所以过失致死罪，判伊4当6个月有期徒。代替另外2个官员无罪，最高法院昨驳回检方的上诉，已经定案。再来看《中国时报》，台北市超过30栋的旧厝有98000多栋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宣布讲，公办都更7599专案计划正式启动。公办都更按住户的意愿门槛，对原本的爱9成同意，降到只需要7成5同意，来当进入第2阶段。市政府卖引进民间专业技术团队来协助评估，望讲会当来鼓励老厝翻新，卖翻新，卖当量早来完成。再来看《联合报》，配合国家政策甲产业的需要，教育部逐档拢会来增加特定的顶尖大学资通信科系招生的名额。教育部统计，今年计共是有35间的大学招生的名额，连倒是增加哦。其中又搁以逢甲大学名额增加115个人上侪，搁来是成大增加86个名额，台大嘛增加72个名额。再来看，咱国内出现高资的本土病例了后，疾管署召开专家会议，嘛宣布讲，主高资疫苗的对象，除了是验尸人员，搁有甲确诊者有亲密接触的人，搁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，拢需要做。感染科医师嘛表示讲，目前咱国内已经有出现传播链，会当看作是已经发生群组感染，所以疫情的调查是真重要。嘛建议讲，高风险族群上好是赶紧做疫苗。疾管署进前公布的国内第6甲第7个高资确定病例，分别住伫新德县甲高雄市，是咱国头2个本土高资病例。目前一条考虑25人，其中高风险6个人也未出现症头，要持续监测到3月20。感染科医师黄立明提醒，目前高资疫情伫国内可能已经有规定小位，查清楚感染路线是关键。猴痘病毒不会突然从这个人身上长出来啊，所以如果有2个人被感染，这2个人一定都是分别被别人感染的。那所以呢，至少另外2个人感染给这2个人嘛。
哦，那另外那2个人又怎么来的？你再往上追，你很快就可以知道。应该是已经至少传几次的，这可能性是比较大的。交组传染的方式是接触到感染者身躯有镜头的皮肤，所以除了亲密接触者，若是做伙大个亲人、封闭的空间，做伙用困的物件拢有风险。疾管署召开专家会议了后，拟定交组疫苗注射策略，实验室操作人员拢会使自武汉病毒培养者，另外新增加确诊者性接触，也加高风险性行为者。药物的部分除了原本重症患者，增加严重免疫不全，也加儿童患者拢会当用。那接种的方式的话，也经过专家的同意后，在18岁以上的成人族群，可以采用皮内注射的方式哈，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个疫苗所需的剂量哈，可以节省到只要原有的1/5。那但是如果有免疫不全或是血足肿病史的话，仍然会采有原用的这个皮下的方式哈来接种。目前咱国交组疫苗总量有1100剂，约有500份，注射实际规划做法，后礼拜1就会公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真侪民众去日本拢会买感冒药啊，有药师就提醒讲，有一种叫代症感冒药，日本标示的成分有可待因，也毋过这款成分伫咱台湾是管制药品，有可能食落药会有喘气袂顺，甚至无食会有无爽快的副作用，有人验了嘛有可能会去验出毒品的反应。另外，佫有一款 EVE 止痛药啊。嘛，捌有民众食了后发生血血球数量减少，有出血的风险，所以就要特别注意。各种药啊摆满架，未少民众去日本佚佗，拢有去药妆店买物件行程。不过购买当时爱注意，有药师就提醒民众定定购买的日本版代症感冒药，食一粒镜头真紧就跌落来，伊内底有2氢可待因的成分，是属于鸦片类的止嗽药啊，那做验药恐惊验出毒品反应。医生在开立非常严重的一个顽强性咳嗽的时候，医生才会开这一类含可待因的止咳药。在台湾一般处方的一些可待因的止咳药的话，最高含量也只有到5毫克。但是的话，在国外买的大正百宝能的话，我们发觉到它的可待因的成分是含到8毫克左右。详细看代症感冒药的成分，包含治疗气管气骨喘、起荨膜的盐酸甲基苯、加解热镇痛镇嗽剂。台湾做的甲日本做的相大无共，都是日本做的有台湾无许可使用的2氢可待因。是药署伫2017年把这个成分列做管制药，因为2氢可待因食了后，可能会食调理，也佫有呼吸压制风险。国内未满12岁的囡仔，也佫有伫饲龄的负责人袂使使用。若是身体出现不良反应，无法度申请药害救济。也佫有台湾人真爱买的 EVE 止痛药啊，专系咧拢有定定这成分，台湾还未核准使用，食了后可能出现不良反应。阿利来说 propylene acetylurea 这种成分的话，它有一些轻微的镇定作用。那另外对少数人，它会造成血小板数目会减少，会增加出血的风险。药师建议民众为国外买回来的药物，若是对成分有疑虑，会当去药局询问，以免食落去煞造成身体的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看日本经济新闻，之前报道讲，咱的国军有9成退休的军官去中国卖情报，出卖台湾。有民众不满咱的国军和日本媒体侮辱，当时去日本经济新闻的台北分社门口破了抗议。警方嘛锁定一个40多岁查甫人，要伊到案说明。日本经济新闻台北分社门口车衫，互人泼不明的水。有民众伫网络讲，因为不满国军和日本媒体侮辱，去现场抗议。警方锁定一个40多岁查甫人，捌出入日警办公室，要通知伊到案说明。日警报道讲，国军有9成的退役军官去中国卖情报，并做强调。总统府、国防部到外交部拢正式否认。不过看最近强调案，大部分是退役军官和中共吸收，尤其是陆军正上校向德温，请军装签署导航线路书。影响国军的形象，也是反叛重大警讯。经体中认为问题是国家认同无明确，部分高阶将领态度消极，根本无法度带兵。在军中啊，思想的这种分歧会造成战力的分歧，到时候可能不战自降都有可能。我认为在政战这一方面要强化，政战非常重要的。他在军中的这种反情报教育，还有忠贞的考核，还有政治教育，还有我们的几光日电视教学，都有多管道都不是，我认为不是这个走马看花，要很落实到每一个人心里面。
张延定指出，国军即摆毋若需要新式的武器装备，爱国落实武装思想、强化保防甲监察，严审主管的终身考核，避免变做中共的内应。面对中共认知战，避免分化民心，学者认为袂当单方面为职业像讲军人来做分别，任何牵涉到国家机密工作，拢要特别细致。我们更不能变成推波助澜的一个推手，或者是像是主动去打探一些资料啦，或是等等的，或者是说在碰到这一种可能一个比较不实言论的时候，可能就是没有必要去针对他而去兴风作浪，或者藉由这种新闻报道来做一些过度延伸的解读，这一些其实都是无助于国内的一个团结。那是安怎对抗假消息、偏激的新闻报道所引起的负面效应？学者讲，政府都要赶紧培会，结合民间的查证管道，培养个人正确的判断，强化心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看总统府新上任的副市委长吴湘玲，3月初1才上任，做无2天就被调职。陆军司令部是证实讲，吴湘玲互人检举，伊伫咧做中正有校校长的时，涉嫌违法使用行政事务费和公务车，所以先调职来等待调查。针对总统蔡英文的动态，总统府侍卫长3月初1进行移动，原侍卫长卢坤修升任陆军特别军团指挥官，由原副侍卫长李庆连升任，并且接任中将。副侍卫长的职权由陆军第6军团参谋长吴湘莲小将来接任。不过吴湘莲就任2天，就因为真侪攻击甲批评的批函，互调离现职，创下副侍卫长任期上低纪录。最后，校长要将国家责任、荣誉的信念送给毕业班所有同学。吴湘玲108到111年担任中正5校校长，因国被检举期间干劳技术涉嫌不当使用行政事务费、违规使用公务车，也有论文技术抄袭的争议。陆军为了确保这人事组织的认真，赶紧来调职。本部秉持勿枉勿纵的原则。建请先行注销调任总统府副侍卫长的命令获准。吴少将已经暂调陆军司令部少将委员。陆军司令部强调，会依照调查结果办理后续人事作业。官员表示，侍卫室是总统府一级的单位，副侍卫长虽然只是小将，不过对内爱督导总统警卫室的训练甲防御，对外是安全的规划。这代志牵涉总统警卫室的形象，必须爱谨慎来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新闻来看，印尼的首都雅加达北边一座油库昨暗8点外爆炸，附近的人家厝嘛受到影响。当地政府是赶紧疏散上千的民众。目前知影至少造成17人死亡，50外人受伤。详细爆炸的原因都会调查。并且导火烧起来，火势无法度收煞，消防员有水线拍火。印尼首都雅加达北部一个油库，初三暗时发生爆炸，导火烧起来，真大的爆炸声，都连1公里外居民拢能听到。Apinya gede langsung. Itu ada bau menyengat dulu, bau menyengat, nggak bisa napas lah ya. Baru semua mengungsi ke depan, baru ada ledakan besar. 火光照甲光影影，而且佫不出乌烟。印尼能源部表示，这个油库都有超过30万公升，提供印尼1/4的燃料需求。当局紧急出动52台消防车，260名消防员去抢救，想要控制附近街区的火势，不过已经造成严重伤亡。雅加达代理省长指出，有上千人被逼离开家园到临时避难所。Tercatat sampai dengan saat ini jumlah kakak itu 76 lebih dan juga jumlah jiwa 320, jumlah balita 40, jumlah lansia 27. Ini terus bertambah. Kami juga meminta kepada rekan-rekan untuk 这是印尼国营石油公司的这个油库第2摆发生大火。2014年时阵，烧掉附近40间厝，不过无人员伤亡。过去也捌发生过几件油库大火，或者批评这公司做代志无认真，无使用国际标准的安全系统。印尼国营石油公司是发声明指出，详细导火原因依然在调查。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。来看世界棒球经典赛 A 组比赛，3月初8就要开始咯。古巴、巴拿马甲意大利球队的球员已经拢陆续来到台湾，嘛有真侪球迷拢去机场接机。即马画面看到的这个穿红色衫的这个是外号叫做古巴飞弹的约尼斯·塞佩达斯。伊伫1月份传出讲伊的正脚受伤，这个球队恐惊无法度比赛咯。
也毋过伊的教练是表示讲，伊恢复了袂歹，应该是无问题咯。世界棒球经典赛 A 组的比赛哦，有台湾、荷兰、古巴、意大利甲巴拿马5队要来争取2个晋级的名额。3月7到12会伫台中的洲际棒球场比赛。咱来看有外国媒体讲，咱台湾的马路是过路人的地界。为着要改善行人的交通安全，交通部按说要甲各部会合作来进行用路环境改善计划。初步会搭县市政府先做伙来改善400多间学校附近的道路安全。另外，针对电压卡人行道防占用，也是讲道路路面的设计有问题，卖想办法来改善。人行道顶悬有乌多摆、雅士桶，甚至还有单的椅啊，拢踩伫遐。一大堆障碍物，尤其对塞轮椅的是真有感觉。机车啊，很多啊，还有那个杂物堆啊，什么什么一大堆啊，就很容易你推到最后，你要再下去大马路走啊，会跟车子争斗啊。针对人行道和电压卡防占用，交通部表示讲，会透过和22县市的地方政府的道安汇报，要求加强把这障碍拢清掉。交通部嘛会做年度评鉴，所行马的嘛会透过工程补助来改善，尤其是学校边仔的。家长停车处那边让小孩下来，所以其实前面是还好，但是车的确还蛮多的。大概有400多个学校哈，就是我们发觉它的周遭的环境比较差哈，要做一个整理，会跟这个县市政府来合作，不遵守礼让行人的部分哈，已经跟警政署都没有讨论，大概会有一波的这个宣导跟执法。其实伫遮侪学校边仔拢已经有特殊蓄水的斑马线，嘛有指定时间限制大车袂当入来到学校头前的大马路，来保障学生的安全。但是伫学校边仔同款嘛是有车无要让人的状况。交通部会和警政单位针对这来加强执法，希望洗清行人地角的歹名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天气哦，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，今仔早暗的天气拢较凉冷，西部早暗的温度嘛会差真济。咱做伙来看温度。拜六礼拜这2天哦，因为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，各地哦早暗天气拢较凉冷，西部早暗的温度嘛会差真济。今仔基隆、北海岸佮有台湾的东部地区拢会落淡薄仔雨，伫西部的山区哦，嘛会落雨。其他的所在，澎湖、金门、马祖是多云好天的天气。另外，伫温度方面哦，西部佮有东北部上低温哦，拢大概只有12度；华东地区哦，上低温嘛只有16度左右。所以，佮美丽是哦，北部佮有宜兰、花莲哦，上高温嘛差不多只有20度到21度，其他的所在大概是23度到26度。做回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。北部地区上低是14度到21度。中部地区上低22度，上悬是23度；南部地区上低13度，上悬是26度；南部地区上低14度，上悬23度；华东地区上低10度，上悬21度。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。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，我是陈淑君，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。